可夫醫療1187，佢個名你可能未係好熟，但佢其實係家用醫療器械嘅地頭蟲，專賣復康輔具、血壓計、聽力計、呼吸機呢類擺喺屋企睇門口嘅產品。舊年做成33億人仔生意，盈利仲要有接近2成增長，仲要越賣越靚仔，毛利率去到尾5成半，可以話係睇住自己同屋企人身體，順便睇住盤數增長嘅穩陣型公司。佢嘅增長潛力都算有啲古仔可以講。首先係踩正人口老化同大家病過驚過之後，更肯喺健康使錢呢個大趨勢。其次係佢開始發力海外，舊年海外收入突然跳升4倍，仲話今次上市集資會拎3成去全球插旗，再嚟就係3成錢搞 AI 同物聯網，即係想將普通血壓計變成會傾偈嘅智能管家。可夫醫療搞 AI 唔係齋吹，佢哋嗰部 C11智能呼吸機已經做到無舊式海綿，識得自己感應，然後自動調節，即係將防住嗰啲嘈吵呼吸機踢入歷史。同埋佢哋同騰訊雲夾粉整嘅新一代骨傳導助聽器，喺條街度傾偈都聽得一清二楚，仲勁過阿婆用開嗰啲大牛龜。今年2月，佢哋仲揭牌咗個可夫人工智能研究院，話會推出自家可夫大模型，目標係將血壓計、血糖儀全部變成會同你吹水嘅健康管家。你血壓高咗，今晚唔好食咁鹹啦。成個手法快過好多，淨係掛名 AI 嘅公司叫做有文有路。為想玩新股暗盤揾食，記住富途牛牛夠旺場。開戶之前入邀請碼 MCSN， 即刻搶200蚊現金券加1800蚊迎新。條片有攻略，睇片跟住嚟，包你容易過喺茶樓搶到1蚊一隻雞。加上佢本身喺康復輔具細分行業係大佬，市場佔有率排第一，仲同飛利浦傾掂咗品牌授權。呢啲都係加分位。講到最實際嘅折讓，佢而家 H 股招股價最高39.33港元，同 A 股上星期收市嘅61.8港元相比，表面上好似去街市買豬肉，見到6折買啦喂咁開心。不過搞笑嘅地方係，香港上市嘅 A+H 醫療股普遍有4成至6成折讓，所以海夫呢個36% 其實只係合格，但又未至於要即刻衝去搶。至於抽唔抽得過，如果你係諗住擺3-5個月，望住 AH 價差收窄嚟食糊嘅穩陣派，呢個價可以小注試水溫。事關有藍思科技等12個基石投資者攞咗超過3成半貨，短線至少有人頂住。但如果你想短炒首日就爆升，就要忍一忍手啦。因為冇綠牌機制，暫時唔係超購太多，缺乏瘋狂氣氛。總括嚟講，可夫就好似一個成績穩定、性格老實，但唔係校草級嘅相親對象。你唔會一見鍾情，但長線拍拖又或者唔會令你失望。用嚟做組合裡面嘅穩定分子都可以考慮一下。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，就記住要即刻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